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罢免民进党家人市议员郑文婷、张志豪，因的罢免提及名册内底有死亡人数。针对这个案，检方是怀疑家人市政府的民政处长张延祥涉嫌去查户政系统协助罢免人数。昨昏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家人地方法院是裁定张延祥以40万交保。另外，仁爱区党部的主任张金发，还有带头罢免的领衔人纪文全，因两个人是方受押禁见。检调侦办民进党家人市议员郑文婷甲张志豪罢免不实连锁案，怀疑家人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延祥涉嫌查询户政系统协助罢免人数，向法院申请羁押。要国民党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发甲罢免案带头人纪文全，家人伫院长开羁押庭。法院指出，张延祥伫审问时阵承认犯行，违反告诉法甲规则文书。犯罪嫌疑重大，虽然要告共犯无够限，有串供记录，毋过考虑伊的态度配合，裁定40万交保，限制自己。纪文全甲张金发是法庭所获指控，而且两人伫知案件曝光了后，马上三军定组，而且只是清除通讯记录，涉嫌掩蔽证据甲串供，对警察造成阻碍，裁定两人羁押禁见。家人市长谢国良伫张延祥等人遭到性爱时阵表示，尊重司法调查，会看裁定考虑是不是调动张延祥的职务。伪造文书罪一般来说是5年以下在刑法理论上不能算是重罪，所以我希望被侦查对象最好都能够把事情来讲清楚。同款也是涉嫌不实连锁前后遭到羁押禁见的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清荣，甲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曹文兴，是后民进党地会林楚欣也出席地方选委会委员。中选会也正式表示，若选委会委员遭羁押或者是起诉，会由中选会提报行政议长免除职务。记者综合报道。